你有冇發現身邊總有咁樣一種人，佢哋好少參加無謂嘅聚會，朋友圈成年都唔出聲，連過時過節都只係靜靜咁留喺自己嘅世界入面。佢哋習慣獨來獨往，甚至連最親近嘅人都好難行入佢哋嘅內心。如果你就係咁嘅人，或者你身邊有咁嘅人，請一定要聽埋落去。因為喺佛家嘅因果邏輯入面，呢種天生嘅疏離感，絕對唔係偶然，更唔係咩性格缺陷，而係一個極其驚人嘅真相。你可能正喺度擔住一種常人難以企及嘅特殊業力。佛經有云：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。大多數人以為孤獨係一種打佛，係福報薄弱嘅表現。但真相可能恰恰相反，嗰啲注定獨行嘅人，往往係靈魂喺呢一世設下嘅強行斷捨離。呢種近乎冷酷嘅自我保護，係為咗完成某項極為宏大嘅因果清算。點解有啲人喺人群入面會覺得莫名嘅攰？點解你成日覺得身邊嘅圈草與你無關？你以為你係逃避社交，實際上你可能係喺潛意識入面躲避嗰啲會令你重蹈覆轍嘅惡緣。喺佛法浩瀚嘅星空入面，有一種修行者叫做獨覺，或者叫辟支佛。佢哋唔依賴佛陀嘅言教，單單透過觀察自然界嘅榮枯因緣嘅散聚，就喺孤獨中覺悟宇宙嘅實相。呢種力量唔係嚟自群體嘅狂歡，而係源於極致嘅寂靜。楞嚴經入面曾經提過一種狀態，叫做內守悠閒。呢個唔係叫你將自己困入小黑房，而係一種靈魂嘅頻率同周遭嘅嘈雜唔再共振。呢其實意味住你過去生中累積嘅某種出離心，正在呢一世甦醒。嗰啲你覺得乏味嘅社交，嗰啲令你嘅攰到痹嘅寒暄，本質上係因為你嘅白色田中已經植入咗更高階嘅覺醒種子，佢喺度排斥低頻嘅狗蟲。你要知道，因果並唔係只有欠債還錢咁簡單，有一種因果叫做緣盡發散。當你發現自己越嚟越享受獨處，甚至喺獨處中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清明與自在時呢，其實係你嘅因果正在進行一場大清洗。你唔再需要透過依附他人嚟確認自己嘅存在，你正喺度剪斷嗰啲冇意義嘅拉扯你輪迴嘅虛假緣分。呢種毒係福報而唔係業障，就好似手術室必須無菌一樣，一個要進行深度覺醒嘅靈魂都必須擁有一段無菌嘅獨行時光。呢背後隱藏嘅因果真相，甚至會涵覆你嘅認知。如果你而家正因為自己嘅不合群而覺得格格不入，請唔好自我懷疑，呢可能正係你解脫嘅開始。而家我想請你喺留言區寫低4個字：靜心隨緣。你唔單止係一份對自己嘅接納，更係一份俾宇宙嘅信號。當你打低呢4個字時，你就喺度同嗰份更高階嘅清淨能量接軌。因為跟住落嚟，我要同你講一個被大多數人忽略嘅靈性禁區。我要為你講述一個跨越3世嘅故事。睇下一個靈魂點樣為咗守護嗰份孤獨而經歷驚心動魄嘅骨壓。喺古老嘅貝母經中記載住咁樣一個關於宿命孤獨嘅輪迴故事，要從3世之前一座極盡奢華嘅皇城講起。嗰陣時佢個名叫淨航，佢出身頂級貴族之家，天生有種令人驚掟嘅魅力。無論佢去到邊，身邊都簇擁住無數嘅追隨者、讚美者。佢喺宴會上談笑風生，喺政壇上隻手遮天。外人眼中，淨航係世界上最唔孤獨嘅人。佢從未獨自用膳，從未形單影隻。佢嘅人際網絡實就咗一張密不透風嘅繁華之網。然而每當夜深人靜，喺嗰座連燭台都落滿寶石嘅提殿裏，淨航總會感到一種莫名嘅虛空。嗰種虛空就好似一滴墨水滴落純淨嘅水中，雖然被稀釋咗，卻始終揮之不去。佢發現嗰啲日頭對佢頂禮膜拜嘅人，轉個背就為利益糾葛而爾虞我詐。嗰啲對佢海誓山盟嘅眷屬，
本質上都係透過佢去望更深處嘅崇望。佢喺呢場名為合群嘅劇本裏愈演愈疲能，直到有一日，佢喺城郊遇見一位衣衫褪掕，獨自坐喺枯木下嘅修行者。嗰位修行者乜都冇講，只係靜靜咁眺望遠方，眼神清澈得像一潭死水，卻又深不見底。靜行走過後，帶住習慣性嘅優越感問：你點解孤身一人？難道呢個世間冇一個值得你留戀嘅同伴咩？修行者轉過頭，微微一笑，講出一句令靜行橫身擰馬嘅說話：正是因為我愛眾生，所以我才要離開眾生。我而家嘅孤獨係為咗償還千萬年來我欠下嗰啲虛假緣分嘅債。靜行當時並唔明白，佢只覺得呢個瘋子講緊胡話，但佢冇諗到呢句話就似一顆帶住針灸又帶住慈悲嘅種子，深深埋進咗佢嘅白色田中，亦開啟咗佢未來三世被逼孤獨嘅因果轉輪。嗰晚靜行發咗一個夢。佢夢見自己被無數條金色嘅絲線纏繞，每一條線都連住一個佢認識嘅人。隨住絲線收緊，佢發現自己唔再係一個活生生嘅人，而係一個被眾人拉扯嘅木偶。嗰係佢第一次意識到，嗰啲所謂嘅人脈同寵愛，竟然係囚禁靈性最堅固嘅牢籠。靜行嗰一世喺繁華落盡後走向終結，臨終前佢冇好似其他貴族咁要求宏大嘅葬禮，反而落咗一道奇怪嘅遺浪。佢要求獨自死喺城郊嗰座破敗嘅枯木下。當佢嘅靈魂脫離肉身，企喺半空中俯瞰嗰時，佢見到令人心寒嘅一幕。嗰啲曾經圍住佢發誓生死相隨嘅人，喺佢斷氣唔夠一個時辰後，就開始為佢嘅遺產而爾虞我詐。佢哋爭奪金幣，甚至為咗討分葬禮費用而嘈鬧不休。就喺嗰一瞬間，靜行產生咗一個極其強烈嘅念頭，佛家稱之為動念結業。佢心想，如果呢種眾星捧月嘅緣分到頭來都不過係一場利益交換，那我寧願生生世世再不入眾人之眼，再不近圈寵之泉。願我來生孤獨如深山之泉，不為任何人起供耳。呢一念帶住佢生前未曾消化嘅疲厭同對真理嘅渴望，深深烙印喺因果嘅輪盤上。於是第二世，佢轉生成為一個家境平庸嘅書生，名叫黎晨。奇怪嘅係呢一世嘅佢天生有種被忽略嘅磁場。喺私塾裏，黎晨明明坐喺最中間，老師卻總會跳過佢提問。喺社交吧兒，佢開口講嘢，周圍嘅人卻好似聽唔到一樣，繼續討論其他話題。呢種感覺就好似佢係一抹透明嘅空氣。佢曾經左試合群，左試討好，甚至左試喺人群中大聲疾呼，但換嚟嘅只有心架嘅冷場。佢感到前所未有嘅痛苦。佢唔明點解上天要剝奪佢同人連結嘅能力，點解佢明明付出真心，卻總是對住心靈枯散，得不到半點回響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喺自家閣樓翻出一卷殘破嘅經書，上面刻言寫住：眾生以愛欲牽紅，如言作宏；智者以孤獨為人，劈開塵網。佢猛然想起喺嗰個奢華嘅皇城裏，佢曾為虛榮而虛擲幾多光陰。呢一世嘅被忽略，其實係因果對佢最深情嘅保護。因為冇咗無謂嘅應酬，佢有大把時間縱言聖賢之書。因為冇咗虛技嘅吹捧，佢得以睇清人性嘅每一個細微紋路。佢開始意識到呢種被隔離嘅狀態，其實係一種特殊嘅因果加速器。佢喺呢一世所修行嘅定力，抵得上別人十世嘅苦修。然而因果嘅真相遠不止於此，就喺佢就快習慣呢種清靜嗰時，一個曾經喺佢前世出現過，而且帶住深重業債嘅人，竟然再次出現喺佢嘅生命裏。呢一次，對方唔再係佢嘅追隨者，而係一個帶住毀滅性誘惑嘅人。呢一場因果嘅對決正式拉開序幕。嗰位係一個極具魅力嘅女子，名叫曼陀。曼陀嘅出現幾乎瞬間擊碎咗黎晨好不容易建立嘅清靜。佢唔單止聽到黎晨講嘢，甚至能讀懂佢內心最深處嘅寂寞。
佢帶住前世未了嘅雌從，試圖將黎臣拉返嗰個充滿情感拉扯、利益交換嘅紅塵船。曼陀對佢講：你點解要修呢種枯木仇？人生苦短，若冇相愛之人，若冇沸騰嘅生活，呢解脫又有何意義？黎臣動搖咗。佢喺嗰一刻甚至覺得呢種被逼嘅孤獨係一種殘忍嘅懲罰。佢開始沉溺於曼陀給予嘅關注，開始為佢去重刑、去社交、去重新擠入嗰個佢曾厭惡嘅圈子。然而因果嘅劇本從未出錯。每當佢為咗討好曼陀而違背本心講嘢時，佢嘅胸口就會隱隱作痛。每當佢深夜從圈咗嘅酒局歸來，嗰種比前世更深更黑嘅虛無感就似潮水一樣將佢淹沒。佢發現為咗維持呢種合群嘅假象，佢必須透支自己嘅靈性。佢嘅眼神開始變得混動，原本清明嘅思維變得遲鈍。直到嗰個雷雨交加嘅夜晚，曼陀為咗家族利益，毫不猶豫將黎臣推出去頂罪。喺嗰個陰暗潮濕嘅牢獄裏，黎臣望住鐵窗外嗰一絲微弱月光，突然放聲大笑。佢笑嘅唔係曼陀嘅背叛，而係自己嘅愚痴。佢終於睇清楚，曼陀唔係嚟愛佢嘅，曼陀係佢嘅宿債。如果佢呢世冇嗰種被忽略嘅磁場，佢早就被鑽入無數個好似曼陀咁嘅人命中，喺恩怨情仇裏輪迴幾百次、幾千次。嗰份天生嘅孤獨，其實係佛菩薩為佢築起嘅一道防火牆，係為咗等佢避開呢啲足以致命嘅惡緣。嗰一夜，佢喺獄中結歌贖楚，第一次唔再祈求別人嘅關注，而係將目光收返自己嘅內心。佢合埋眼，旁中聽見虛空中有一個聲音回蕩：你求和群，便是求生互害；你守孤獨，方能守住靈根。就喺嗰一刻，牢房嘅門竟然奇蹟咁打開咗。唔係有人放佢，而係佢喺心境上徹底走出咗嗰座名為人際關係嘅牢籠。嗰一世嘅黎臣最終喺嗰場冤案中圓寂，但佢走得異常安詳。當佢再次敲開眼，已經嚟到呢一世。呢一世嘅佢，可能就係屏幕前嘅你，或者係嗰個喺鬧市中依然感到孤寂嘅行者。呢一世嘅佢，家境優越，受過良好教育，但佢由細就有種怪癖，佢害怕過度嘅熱情。每逢過時過節，親戚聚埋一齊喧嘩嘈鬧時，佢只想躲入房間睇書。每當同事喺群組熱烈討論去邊度聚餐、點樣團購時，佢總覺得嗰係一場大型嘅能量消耗。佢明明待人禮貌，卻總給人一種距離感。佢問過好多長輩，亦睇過好多心理醫生，個個都話佢聽：你應該多社交，你應該融入社會，人係群居動物。於是佢逼自己參加聯署，逼自己交換名片，逼自己喺大笑時露出標準嘅八花牙齒。但每當返到屋企關上門嘅嗰一刻，佢感到嘅唔係充實，而係一種靈魂被掏空嘅虛脫感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喺一座古寺裏無意間見到一尊悉達多太子嘅出山像。嗰尊像嘅佛陀骨瘦如柴，獨自一人在深山中苦坐。嗰一刻，佢突然流下眼淚。嗰種眼淚唔係委屈，而係一種跨越千年嘅重逢。佢意識到呢一世嘅孤獨，其實係佢前兩世求嚟嘅果。前一世嘅曼陀，前世嘅權謀，嗰啲由人際關係食成嘅網，曾經令佢差啲徹底迷失。呢一世因果嘅力量，為咗保護佢嘅靈性不被稀釋，特意為佢設定咗一個獨行者嘅身份。呢種身份就似一層過羅網，過拿走嗰啲只會消耗佢能量嘅虛假有，過拿走嗰啲會帶佢進入因果泥沼嘅利益誘惑。佢開始明白點解佢總是同周圍嘅人格格不入，因為佢嘅靈魂頻率已經唔再屬於呢片低微嘅圈層。佢嘅孤獨唔係因為佢冇人愛，而係因為佢正經歷一場靈性隔離期。就好似嗰啲珍稀嘅植物必須生長喺荒無人煙嘅高海拔地區，先避得開害蟲，開得出最純淨嘅花。但佢仲未意識到呢層因果嘅來往，其實仲隱藏住一個更深層、足以震撼佢整個生命觀嘅終極使命。
就喺佢坐喺古寺台階上望住落葉發呆時，一位老僧悄然行到佢身邊，遞給佢一杯清茶。老僧開口嘅第一句話便震碎咗佢最後一絲對社交嘅執念。老僧話：孩子，你係唔係一直喺度諗，點解你明明善良，卻總是融入唔到呢個紅塵嘅歡愉？點解你嘅一腔真誠換嚟嘅，總是嗰種講唔出嘅疏離？佢猛地抬起頭，眼中滿是驚愕。老僧微微一笑，指住寺院中嗰棵獨撐窮嘅古柏講：你呢一世嘅孤獨，係你前世喺大佛前親手簽下嘅清淨契約。你曾發願，若能看透人情冷暖嘅虛妄，便願以三世寂寞換取一世覺醒。你而家嘅格格不入，其實係你靈魂嘅防機制在生效。老僧告訴佢：呢個世間大多數嘅合群，本質上係共業嘅拉扯，大家聚埋一齊飲酒八卦交換資源，看似熱鬧，實則係互相交換業力。你欠我嘅情，我欠你嘅債，喺推杯換盞之間，因果嘅繩索愈重愈緊，而嗰啲注定要提前畢業嘅靈魂，會被賦予一種名為孤獨嘅特權。呢種特權令你喺面對誘惑時總是慢半拍，令你喺面對虛忌嘅讚美時總能瞬間清醒。呢個唔單止係保護，呢種係因果嘅中斷。當你唔再置入是非嘅中心，嗰啲本該發生嘅糾葛，嗰啲本該產生嘅怨恨，就失去咗絕錄嘅基點。佢恍然大悟，原來佢唔係被世界拋棄，而係佢正被隔離保護。佢嘅孤獨係一場靈魂嘅深度排毒。老僧最後拍拍佢膊頭話：唔好再試圖去合群啦，你嘅路唔喺橫向嘅社交裏，而喺縱向嘅覺知中。當你唔再恐害孤獨，當你能喺呢份寂靜中聽見宇宙嘅呼吸，你就會發現你從未真正孤單，你與萬物同在，只係唔再與庸俗共振。嗰一刻，佢望住街頭閃冷嘅霓虹，望住嗰啲行色匆匆、眼神迷茫嘅人群，心中升起嘅係一種前所未有嘅慈悲，而非疏離。佢終於明白呢一世嘅孤獨係佢送俾自己最好嘅禮物。佢唔再係一個格格不入嘅異類，而係一個喺繁華岸邊靜靜觀察潮起潮落嘅覺醒者。呢場跨越三世嘅因果，最終喺呢一刻化作一灑清涼嘅風，吹散咗佢心頭積壓已久嘅陰霾。聽完嗰個跨越三世嘅故事之後，你可能會有一種通透感。原來我哋呢輩子所經歷嘅嗰啲格格不入，竟然都有跡可循。而家我要將呢種感性嘅共鳴升華為理性嘅佛學智慧。我要同你一齊自然咁解開一個真相。點解喺佛法嘅眼光裏，孤獨並唔係一種缺失，而係一種極其高階嘅因果防河系統？第一樣，我哋要破除嘅幻覺就係合群等於福報。喺好多人心入面，尤其係深受儒家社交文化影響嘅環境下，我哋總覺得人脈廣、朋友多、飯局不斷先係一個人成功嘅標誌。但佛法告訴我哋呢，往往係一種業力嘅九重。你諗下，當你身處一個熙熙攘攘嘅社交圈時，你嘅心念係散亂嘅定係清明嘅？阿含經裏曾深刻揭示，眾生之所以輪迴，係因為愛與取。每一個所謂嘅人脈本質上都係一條睇唔見嘅因果線。當你喺呢個圈子裏左右逢源，你其實係不斷透支自己嘅能量去承接他人嘅業力。你聽朋友抱怨生活難事，你嘅八識田中就種下負面種子。你為咗融入圈子而隨聲附和，你嘅口業就喺無形中累積。而嗰啲天生獨來獨往嘅人，其實係由於過好生中累積咗深厚嘅出離心。呢種出離心喺呢一世轉化為一種生理性直覺性嘅疏離。呢個喺佛學中叫做清淨業力嘅顯現。呢種因果真相係你嘅靈魂喺潛意識裏為你建立咗一個無菌室。好多朋友成日覺得拒絕人哋嘅邀約會有罪惡感，或者擔心被排擠地。但如果能從因果角度睇，你就會發現，每一次你選擇拒絕嗰場冇謂嘅聚會，
你其實係拒絕咗一次潛在嘅業力九重呢，就好似喺因果嘅字本上，你主動選擇咗停更。當你唔再產生新嘅冇意義嘅連結，你過後生中嗰啲複雜嘅舊住先有機會被徹底清算同了結。第二樣，我哋要破除嘅幻覺就係孤單等於孤獨。佛學入面有一個好有力嘅詞叫獨處，但呢個唔係指物理上一個人踎喺度，而係一種心不隨境轉嘅狀態。點解獨來獨往嘅人背上嘅因果咁驚人？因為佢哋往往擁有更強大嘅定力潛能。當一個人唔再依賴外界嘅肯定嚟支撐自我存在感時，佢其實已經切斷咗輪迴中最強嘅一條繩索。我執呀，大多數人嘅一生都係為咗別人眼中嘅自己而活，為咗合群，我哋戴上面具；為咗被認可，我哋委曲求全。呢種向外求嘅過程本身就係一種巨大嘅能量內耗。而嗰個獨行嘅人，佢被逼或者主動咁將目光收回呢種能量嘅回流，喺佛法修行中極其珍貴。呢意味住你已經開始從眾生上回歸到自性上。如果你而家正因為孤獨而感到痛苦，我想同你講一個破除呢種痛苦嘅方法。試下觀察你嘅孤獨，你會發現痛苦其實唔係嚟自孤獨本身，而係嚟自你對如果唔合群就會被淘汰嘅恐懼。呢種恐懼係虛妄嘅，係社會集體意識強加俾你嘅枷鎖。喺佛法嘅實相中，你本來就係具足嘅，你唔需要透過任何人嘅點讚、任何圈子嘅接納去證明你嘅生命價值。當你意識到呢一點，你嘅孤獨就會瞬間點石成金，從一種被動受苦變成一種主動清修。我哋要明白，喺呢個末法時代，資訊爆炸、人際冗餘，其實都係不斷稀釋我哋嘅靈性。嗰啲能守住孤獨嘅人，其實係呢個世間最富有嘅人，因為佢哋守住咗呢個世上最稀缺嘅資源——清明嘅覺知力。第三樣，我哋要破嘅就係人脈等於錢脈。喺現實生活中，我哋被灌輸咗太多人脈就係財富嘅觀念，導致大家拼命向外攀援。但從佛學角度睇，如果你嘅福報唔夠，你攀嚟嘅每一個所謂貴人，最後都可能變成你嘅債主。有幾多人係因為好面子愛合群，最後俾朋友帶入投資陷阱，或者終入無謂嘅是非紛爭？嗰啲獨行嘅人看似失去咗好多機會，實際上佢哋避開咗一場巨大嘅因果消耗。呢種孤獨本質上係因果幫你省錢，幫你守福。你要明白，每個人嘅能量都有限。當你將能量分散俾100個點投資交時，你嘅生命力就似一灘散喺沙地上嘅水，好快就會枯竭。而當你獨來獨往，你嘅能量係內聚嘅。喺佛學修行中，呢種內聚嘅能量叫做定。有咗定，你先能生出真正嘅慧。呢亦係點解好多偉大嘅思想家、頂級嘅智者，甚至事業極其成功嘅人，往往都係孤獨嘅，因為佢哋深諳聚散隨緣嘅因果真相。佢哋唔再向內求索，而係向內挖掘，最終從自性中生出源源不絕嘅福報。如果你而家正處於孤獨中，甚至因為孤獨而感到物質生活嘅基賴佛，請聽我講，呢好可能係你嘅因果，強制你進行資產重組。佛家講物滿則黎，當你嘅外部聯繫被切斷時，正係你內在種子最容易破土而出嘅時候。呢個時候，你唔需要去求外援，你需要做嘅係轉識成智。破除呢種痛苦嘅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承認並接納呢種階段性嘅清貧或社交空白，將佢睇成係你喺靈性戶口嘅定期存款。嗰啲你冇去參加嘅飯局，冇去維持嘅虛擬社交，省下嘅唔單止係時間，更係你嘅精氣神。喺因果嘅算法裏，呢啲被節省落嚟嘅能量，最終會轉化為你更高維度嘅智慧，或者更純正嘅福報，喺未來某個時刻，以一種更震撼嘅方式回饋俾你。第四樣，孤獨其實係破除我執嘅最佳道場。
喺人群中，我哋好容易迷失喺別人眼中嘅我呢個幻想裏。我哋要維持人設，要增強好勝，呢種我執只會不斷加重我哋嘅業力。但喺孤獨中，當你面對嗰面名為寂靜嘅鏡子時，所有面具都失去意義。呢種因果背後嘅驚人真相，在於你遇事獨行，你離真正嘅空性就愈近。當你唔依賴外界嘅反饋嚟定義自己時，你就在因果嘅鎖鏈上解開咗一個最關鍵嘅扣子。所以唔好再為自己嘅不合群而焦慮。你要知道，你正在進行嘅係一場跨越層級嘅躍遷。你正從嗰種欠債還債嘅低端循環，進入一種自給自足嘅高端生命形態。呢種獨立於世嘅因果狀態，其實係好多人修幾輩子都求唔到嘅情境位。最後最震撼嘅真相，嗰啲注定獨行嘅人，其實係帶有因果豁免權嘅靈魂。喺佛法語境中，如果你發現喺呢一生，無論你點努力，都無法徹底融入任何一個圈子；如果你發現每當你試圖依賴某個人時，因果總會透過某種方式令你落單咁請你坐穩啦。因為呢意味住你嘅使命根本唔係嚟社交嘅，你係嚟了結嘅。我哋要破除嘅最後一種幻覺，亦係最難破嘅，叫做對他人嘅期待。我哋之所以喺孤獨中感到受挫，係因為我哋仲保留住一種幻覺，認為呢個世界上總有一個人、一個團體能徹底消除我哋嘅孤獨感。但佛陀喺《金剛經》早就點破真相：如來者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每一個嚟到你生命裏嘅人，本質上都係你因果投射出嘅幻影。當你執着於合群，你其實係執着於呢啲幻影，試圖從影子裏尋找溫度。而嗰啲被因果隔離嘅人，往往係佛菩薩眼中嘅重點培養對象，因為你嘅靈魂已經足夠成熟，成熟到可以承受真相。所以因果撤走咗嗰啲干擾你視線嘅繁雜背景。呢個真相之所以驚人，係因為你而家嘅狀態其實係一種預演。你諗下，當一個人臨命終時，無論佢生前有幾多朋友、幾多眷屬，最後嗰一刻佢必須獨自面對。嗰陣時，所有社交關係都會瞬間瓦解，唯有佢呢一生累積嘅業力同定力，會陪佢走過嗰段中陰身。嗰啲喺人群中熱鬧咗一輩子嘅人，到咗嗰一刻，往往最係驚恐萬分，因為佢哋從未練習過如何同自己相處。而你呢？由於長期處於呢種獨往嘅狀態，你其實早已喺呢一世嘅生命中提前練習咗呢種獨行嘅能力。你已經習慣咗喺冇外界反饋嘅情況下，依然能看守住自己嘅內心。呢種能力喺關鍵時刻就係你解脫嘅鎖匙。所以破除孤獨痛苦嘅終極方法，唔係去揾陪伴，而係成為陪伴本身。喺佛學哲學中，當你唔再係一個向外索取認同嘅人，而係一個向內自照嘅覺知者時，你會發現一個奇妙嘅現象：你雖然獨處，卻並不孤單，因為你與山川日月、與過號未來諸佛、與你自性中嘅光芒係時刻連結嘅。呢種連結比任何一場酒局、任何一次聯駐都要真實且穩固。呢就係點解話獨來獨往嘅人背負嘅因果驚人。因為佢哋正在剪斷嗰條延續咗千萬年嘅最粗壯嘅共業之行，佢哋正從一個被動受報嘅眾生轉化為一個主動觀察嘅行者。如果你而家正坐喺電腦前或者揸住手機，感到喺呢個世界上冇人理解，請你挺直你嘅脊向。你要知道，你而家嘅沉默係你跨越幾世修嚟嘅威儀。你而家嘅孤獨係宇宙送俾你最尊貴嘅閉關房，唔好去敲嗰啲唔屬於你嘅門。當你安靜落嚟，當你喺呢份寂靜中找回自己嘅主權，你會發現你原本就係呢個大千世界嘅主人。你而家嘅孤獨只係為咗令你喺最終覺醒嘅嗰一刻能夠無牽無掛，咁以一個清靜圓滿嘅姿態走出呢個迷浪嘅六道輪迴。
呢個就係真相。你唔係被世界遺棄，你係喺呢個紅塵之中被因果特意挑選出嚟，去行嗰條通往大自在嘅秘密捷徑。聽到呢度，你係咪感覺到心中嗰把名為合群嘅枷鎖已經悄然落地？我哋呢一生其實都活喺一種巨大嘅集體幻覺裏，大家拼命擠地入人群，就好似嚴冬裏嘅刺蝟，渴望靠近彼此取暖，卻又喺推杯換盞利益博弈中被吉到遍體鱗傷。我哋太驚被丟低，太驚成為嗰個落單嘅人，以至於我哋弄丟咗呢一生最珍貴嘅奢侈品，就係同自己靈魂對坐嘅機會。嗰啲注定獨來獨往嘅人，其實係呢個世間最早清醒過嚟嘅過客。你嘅孤獨唔係一種病，而係一種極其深刻嘅因果預警。佢提醒你，呢一世你嘅靈魂已經唔再滿足於低微嘅圈層，你背負嘅驚人因果，其實係你跨越千年嘅修行契約，係你為咗喺呢一世徹底了斷舊住，揾翻真我而設下嘅安全屏障。所以由今日起，請停止嗰場毫無意義嘅自我懷疑。唔好再為咗迎合別人而折損自己嘅靈性，唔好再為咗填補空虛而消耗自己嘅福報。你要明白，佛法中真正嘅合群，唔係肉身嘅扎堆，而係心性嘅共振。當你能夠安住喺自己嘅寂靜裏，當你能從一個人嘅獨處中讀懂宇宙嘅慈悲，你就會發現你從未真正孤單。嗰一刻，清風係你嘅伴侶，明月係你嘅知音，萬物眾生皆喺你嘅心性之中，無處不在，無所不包。呢個係一個充滿力量嘅覺醒點。你唔係喺孤單地活，你係喺清醒地盛開。喺呢個嘈雜嘅世界，能守住孤獨嘅人，先係真正嘅強者，因為佢哋已經看透咗呢場繁華背後嘅虛妄。佢哋正用一種常人難以理解嘅姿態，默默完成緊生命最宏大嘅跨越。咁此刻嘅你，係咪已經準備好接納嗰個獨一無二、清靜自在嘅自己呢？我想留一個問題俾你，請你喺心底或者喺留言區誠實咁回答。如果此刻世界瞬間安靜，冇咗讚美，冇咗社交，亦冇咗別人嘅眼光，你仲能唔能夠感受到自己嘅存在？你仲敢唔敢獨自去愛呢個世界？如果你能在呢份靜默中感受到一絲喜悅，咁恭喜你，你嘅因果之花已經開始結果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觸動咗你嘅靈魂，亦請唔好吝下你嘅法布施，點個讚，或者將呢份智慧分享俾嗰個同樣孤獨嘅朋友。你要知道，每一次共鳴都係為我哋嘅靈性加持。願我哋都能喺呢個紛擾嘅人間，收出一顆如蓮花般獨立、如虛空般廣大嘅清淨心。